2005年台南跨年演唱晚会将第31号登场，其中包括日本女团玩法已经先透过媒体甲市民见面。另外一个重量级的韩国艺人李俊浩，嘛伫30号暗暝来到台湾，市府31号特别安排一道澎湃小食美食来到大园皇冠酒店来热情款待。同时，先公开甲媒体见面，分享伊首次来台南跨年的心情。因为拄到韩国空难的危险，不过会中以稳重的气氛，感谢台湾粉丝热情欢迎。今天呢，因为有很多人就是跟我们一起度过愉快的时间嘛，那希望今天在场的所有的人们跟我认识的人们都可以度过一个幸福，然后健康，然后一直发生好事这样子的一个时间。那我今天也是会抱着这样子的心情在舞台上好好的表演。那希望就是今天的演出可以顺利圆满的结束。李俊浩面对市府所分享满满的美食，其中上好奇就是爱温姜加大油糕的食法，表示一定会食看卖。我等一下一定会吃那个番茄沾姜汁。面对跨年演唱会阵容坚强，市长委提强调，只要市民介意，未来会持续邀请表演艺人来参加，吸引全国民众甚至全世界朋友拢来台南。我想说，尤其是第一次在海外跨年，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高兴，能够迎接到李俊浩先生。当然，我想也谢谢他来到台南。那我们也将待之以礼，非常好。我们台南都很好客的，我们会把最好的台南的一面，以及台南的这个特产或者呈现给他。那也希望他在台湾停留愉快。我知道，他有很多行程，那也希望很多好朋友。大家一起在12月30日2024的最后一天，也是台南400里程碑的最后一天，能够共同来台南来参加跨年，来看最好的这个演出。市府表示，袂当到现场的民众买当收看转播，欣赏李俊浩等艺人上精彩台南处女秀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